今次同大家介紹雲南嘅昆明、大理、麗江、香格里拉，仲會同大家去到有地中海風格嘅聖托里尼網紅打卡點。咁精彩嘅內容，你唔好行開啦！你嘅訂閱係我哋做創作人最大嘅支持。大家好，我係多士貓。今次我哋去咗雲南7天旅遊，做咗個攻略分享俾大家。響2、3月嘅旅遊淡季，我哋買咗2月尾嘅機票，響深圳寶安機場出發前往昆明。我哋冇選擇響香港直航，因為由香港到昆明嘅機票價錢冇咁划算。好啦，大約12點，我哋就到達咗昆明長水機場。攞咗行李之後，大家可以響呢個 C 出口前往交通運輸中心。呢度亦都有機場大巴線前往市區唔同嘅地點。如果有需要，可以向服務員查詢及購票。我哋今次響雲南嘅7天旅遊，其實係報咗一個私家嘅定制團，而呢個定制團就包括咗7日響雲南嘅包車、酒店同埋景點門票。而響雲南嘅大數開支就放咗喺右手邊呢個圖表俾大家參考。而呢個大數開支係未計算我哋每日嘅用餐同埋另外加插嘅景點門票費用。依家右手邊呢個圖就係我哋7天嘅行程大綱。今次我哋同行嘅團友總共有6人，所以我哋選擇咗9座位嘅包車。好啦，包車已經接送我哋到達咗今日我哋入住嘅酒店。我哋會先放低行李，再出去附近嘅景點行下。呢間酒店嘅環境非常之唔錯，我開箱俾大家睇一睇。入到房間，望過去嘅空間感都好大。前邊有個電視櫃，同埋有張單人梳化。2張床嘅床邊都配有床頭櫃。房間嘅裝修風格俾人感覺簡單而雅致。好啦，我哋過去睇下浴室嗰邊。呢個衣帽間位置有衣架可以掛衫，仲有個小型嘅夾萬。座廁同浴室都有獨立嘅玻璃門，乾濕分離嘅設計。整個梳洗區俾人感覺都非常乾淨。花灑同埋水龍頭都用咗復古嘅黃銅設計。吧台呢邊有4支水，同埋有咖啡沖劑。另外響酒店前台都有免費咖啡品嘗。呢座酒店係屬於獨棟式嘅4合院設計，一草一木以及擺件都經過細心嘅佈置。呢邊有個茶舍，仲可以免費品嘗普洱及紅茶。雖然呢間酒店係位於昆明嘅市中心，但係佢又俾你有一種響繁華入邊感受寧靜嘅體驗。好啦，依家差唔多下午嘅3點，我哋就響酒店打車過去滇池嘅海更大壩，而打車嘅費用都係10幾蚊。我哋前邊就係海更大壩啦，上幾級樓梯之後就會見到岸邊有好多海鷗喺度聚集。響每年嘅冬季都會有成千過萬嘅海鷗由西伯利亞飛到嚟呢度過冬，而去到3月尾就會飛返去原地。響呢個大壩嘅岸邊，除咗可以飽覽滇池嘅風光之外，你仲會見到好多人喺度餵海鷗，同海鷗拍照留念。見到咁多海鷗咁震撼嘅畫面，我都揾個有利嘅位置打卡留念先。另外呢度有啲攤檔會售賣俾海鷗嘅食物，一般就係10蚊一包。響呢度有咁多海鷗，基本上你隨便影張相都出到大片。呢度溫馨提示下大家，觀賞海鷗最佳嘅時間係每年嘅冬季11月至次年嘅3月份。好啦，睇完海鷗，我哋打車去食個晚飯先。我哋喺網上揾到一間響高爾夫球會旁邊嘅餐廳，呢間餐廳嘅評分唔錯，而菜品嘅價錢都係合理，可以接受。響呢間餐廳用餐，仲可以望到好靚嘅湖景添。
望住咁靚嘅高爾夫球場，仲有埋湖景，令到人嘅心情都會開心啲，感覺啲食物都好食啲。呢碗過橋米線嘅擺款都非常之靚，有9款材料，落晒之後都好大碗。今餐我哋連埋套餐差唔多嗌咗10個餸，埋單都係500幾蚊。我哋嘅團友個個都食到好飽。好啦，食完嘢都差唔多天黑啦，我哋就去行下昆明老街。昆明老街係一個充滿歷史韻味嘅古老街區，分別由文明街、江華街同埋錢王街好幾條街組成，係嚟到昆明嘅遊客必到嘅景點。昆明老街日夜都有唔同嘅特色同埋吸引嘅魅力。響呢度除咗可以觀賞古舊嘅建築物，仲可以響網紅嘅打卡點影張相留念。行得攰嘅，呢度亦都有咖啡茶飲店，可以坐低飲杯嘢唞一唞。當然呢條商業街亦都有好多賣手信同埋紀念品嘅店鋪。如果大家有興趣購買呢啲手信，就最好比較一下先至決定購買。呢度有間雲南小粒咖啡，響外邊睇落去幾有特色，入去參觀下先。好啦，一邊睇夜街，我就順道講解下少少關於我哋定製團嘅資料。首先，包車方面，我哋包咗9座嘅客車。客車最主要係響中間嗰5日，會全程跟我哋載我哋去唔同嘅景點遊玩。而頭尾嗰2日都係得半日時間，所以淨係安排咗機場同酒店之間嘅接送。另外頭尾嗰2日，我哋都係逗留響昆明，而昆明嘅大部分景點都係響市區嘅附近。就算打車過去，一般都係10零20蚊。而第二樣，景點門票方面，因為我哋係私人定製嘅團，我哋會預先同佢講好我哋需要去嘅景點，旅遊公司就會作出行程嘅安排，同埋準備好嗰啲景點嘅門票。而定製團嘅好處就係自由度好大，我哋可以因應本身景點遊覽嘅時間，再加插其他突然想去嘅景點。一般嚟講，同司機溝通好就唔會有問題。當然，加插額外嘅景點門票就要自己付費啦。而第3樣，酒店方面，你可以喺訂製團嗰陣時，向旅遊公司提出你想要嘅酒店類型同埋質素，旅遊公司就會作出安排同埋提供建議，俾你選擇合適你自己嘅酒店。整體嚟講，私人定製團嘅靈活性非常之高。你同旅遊公司雙方面商議好先至作出決定。正所謂隨行隨玩，仲可以加插行程。對我哋遊客嚟講，假期又唔多，又想玩多幾個景點就啱晒啦。面前呢啲係雲南嘅特色小食，不過咁重口味就唔係個個啱啦。反而呢啲鮮花餅嘅口味就啱我哋一般人多啲。而喺雲南有太多售賣鮮花餅嘅店鋪，你話邊間最好食呢？真係話唔到俾你聽。我建議大家如果想買嚟做手信，最好係買1至2個試一試味道。如果味道合適嘅，就臨走先至買返香港。好啦，響昆明嘅第1日嘅行程就介紹到呢度啦。之後嚟緊嘅行程包括大理、麗江同埋香格里拉，就請大家繼續留意我之後嘅影片啦。好啦，鍾意呢條片嘅，請你幫忙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睇。喺度呼籲下，未訂閱嘅朋友，請你幫忙訂閱啦。
你嘅訂閱係我哋做創作人最大嘅支持。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條片見。